刚我跟风景的合照拍的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叽里呱啦。阿迪哥啊，你觉得哆瑞咪精灵这张照片拍的怎么样啊？亚种胸片，好宽，这张照片不好看。你看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是你们不懂啦，回去问悠悠妹，她一定会说很好看。哼。哎呦，你不要生气嘛，不然我帮你拍啦，我帮你拍。我可是常常会上那个摄影课程，我有练习哦。不然你帮我拍好了啦。我看后面这个风景那么漂亮，我想留念一下。好。对了，那请你帮我拍照的客家话要怎么说啊？呛同爱翕胸。哦，阿弟姑，呛同爱翕胸。没问题。来，站好哦。1、2、3，嘿。嘿嘿，你看后面风景。哇，阿迪姑你真的拍得很好哎！哆瑞咪精灵，不然请阿迪姑也帮你拍一张啦。好看哈。好啦，那阿弟姑唱同爱翕胸。没问题。那我们一起拍。哦，好啊。起好来哦，看鸦片。看鸦片。我是说站好，看这边。哦。那这样可以吗？走得，看鸦片喽。嘿，好了，你们看后面那个风景，跟人很好哎。阿迪姑真的很会拍哎。那我们赶快拿去给悠悠妹他们看吧。好啊，走。拍照那个构图，你要把那个对啊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悠悠妹，你看这个照片拍的好不好看？哇，这谁拍的？好好看哦！哇哈！这么好看的照片，当然是我阿弟姑拍的啊，厉害吧？阿弟姑，你下次也可以帮我拍吗？那里风景好漂亮，我也好想去哦。没问题，就让我这个拍照高手来帮你拍美照吧。那就让我这个摆 pose 高手来教你摆 pose 吧。腿要拉长，出去，然后望向远方。我们两个都高手，那你是什么高手？我是跟着你们的高手啊，跟着高手。亚种胸片，好看，意思就是这张照片不好看。呛同爱翕胸，意思就是请你帮我拍照。起好来，看鸦片，意思就是站好，看这边。今天的课语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呀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照片泡泡，右边泡泡，泡泡出边突会出来，右前泡泡，右边泡泡，泡泡色，掉来比赛，想看你爱听的泡泡泡，从不跳舞跳下泡泡泡，欢喜泡泡，伤心泡泡，泡泡出边还没出来，好泡泡，爱好泡泡。好巧的缘掉最快乐，快是快爱记得泡泡泡，所以我们才叫泡泡泡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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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欢喜泡泡，伤心泡泡，泡泡树边还没出来。好泡泡，爱好泡泡，泡球的缘到最快乐。万事我爱记得泡。